大家平安，大家下晡好。平安。应该无困去啦吼。对，今仔日牧师就这段大家真实的这个阿伯拉罕上帝呼召来想咱上帝今仔毋是干那呼召这个阿伯拉罕，我相信拢是呼召咱每一个在座愿意接受主耶稣做咱生命救主的这个上帝要来行，你来引带咱行这条幸福美满永远的人生才对。所以圣经有你安尼讲，这个圣经里讲一个代志，就是讲讲咱人在一生当中这一生当中就是敢若一出戏咱敢若一出戏搬互世间的人、甲世上的、甲天使你看，所以咱有当时爱想讲，咱今仔日到底是咧搬倒一出？是毋是有照着上帝要甲咱引出这出咧搬咧？我最近看到有这个台湾的一个新闻，我较早无注意，但是最近这个新闻足大的，就是一个讲去到住咧台湾的这个人，伊毋是台湾出世，咧中国出世，尾也嫁去到台湾，嫁到就假做要做台湾人，要做台湾人，就住咧内底。结果伊常常咧这个，因为即摆这个抖音网络足发达咧，所以就拍一支真侪片讲，这个伊足欢迎这个照一般来讲就是讲要来这个震惊，要来血统台湾。我就感觉足奇怪，你住伫遮结果欢迎人来拍台湾，台湾用震惊甲收益。我奇怪，这出是搬倒一出来？我相信。那有人来住咱兜，咱来甲欢迎，对吧？欢迎，总是大家欢喜来做伙嘛，那有人会去想讲，我欢迎我较早伫外口遐即马来甲即个厝甲拍食做伊的，我奇怪，我受袂到，所以讲人有百百款，一样米饲百样人，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想法，有人讲这是自由的言论，自由的言论。我相信这大家拢爱小入看，咱讲每一种话包括咱基督徒同款，包括牧师你讲这圣经同款，咱所讲的话，咱今仔是基督徒，咱爱照咱所讲的话，将来有一日，咱拢爱对上帝来交代，是吧？我相信咱人每一个人讲话，咱拢爱有一个相信，咱来讲啥，咱来了解啥，咱唔好胡思乱讲。有时胡思乱讲，你就感觉讲，这个时代其实咱会当了解，因为上帝甲咱讲。即摆是末世时代啦，真侪代志会超过你所思所想，无论是伦理，还是无论真侪代志，你奇怪，这种代志哪有法度会当发生？安尼讲袂要紧，结果有人会当反应讲，这讲了真好，那这大家拢会当讲，这是言论的自由。我马上想，这是言论自由吗？还是说人的想法较有会当所小想一下？到底人生来一出去？伊是你搬倒一出来，我毋知伊搬倒一出来，但是我伫回想就是我家己讲，今仔日我若是一个基督徒，上帝若呼召我爱知影上帝呼召我，你行这条人生的道路，我应该安怎行？会当着领受上帝要互我的福气嘛？我相信咱大家今仔日遮一致嘛是这个想法，咱毋通就像讲上帝要互咱福气。相信上帝也要照着咱，互咱周围的人有当真侪福气，大家会当平安好好来过日子。这就是将尾这个耶稣搁再来的时阵，应该显象的时阵啦。但是即摆是末日啦，所以讲真侪思想、真侪言论有当时拢你想袂到，你毋知伊是安怎想的伊到底是安怎大汉，咱嘛毋知。总是咱今仔是基督徒，咱来回想就是讲。咱今仔行这条基督徒的路程的时阵，咱主耶稣呼召咱的人生，伫这个所在到底咱是伊要什么款的咱的人生，咱家己爱知，咱家己爱清楚，咱家己爱继续这条路来行。所以你若了解讲伫这条路当中OK， 其实上帝一开始讲呼召咱的时阵，就甲咱讲，我对每一个人愿意接受伊的人。伊拢对咱有一个真好的计划，真好的计划，真好的计划。对咱来讲，即马来讲，确实圣经主耶稣来讲，
伊来要叫咱得到性命，而且得到更较丰盛的人生。哦，这听起来是真好，不过实际上迄个道到底是安怎即个得性命甲得丰富的人生？有时阵啊，当然咱知影咱有永远的性命，这是咱所了解。但是这个丰富的人生到底是安怎叫做丰富？可能有当时你无一定较清楚啦。但是你大概有一个概念，讲这是上帝要赏赐互咱的。哦，我相信你拄则看今仔的经文嘛同款。上帝呼召这个亚伯拉罕的时阵，是咧创世纪12章。不过你在一章的当中，因为人无愿意照上帝意思要起一个塔，巴别塔足大，要来建立家己的荣耀的时阵，上帝讲这是危险的，所以迄当阵上帝听讲，互人分散去。但是分散开去到世界的所在时阵，人样啊未晓了解上帝要赐福的意思，人已经离开上帝赐福的这个。每一个人的人生，伊家己去搬，家己去演。但是上帝的意思是讲，这其实是无介好的，因为人毋捌。所以上帝注意这个咱的上帝神，伊呼召亚伯拉罕，所以忽然间就进入一个人啦，对吧？就进入一个人，因为你圣经忽然间就开始上帝，你嘛讲上帝你想要选伊，其实我毋知影。哦，上帝为啥要选伊？今仔上帝为啥选你？你讲无哦，毋是上帝选我，是我选上帝。是你选上帝，还是上帝选你？你感觉咧？一般人讲，对啊，你有兄弟姊妹甲我传福音，所以我听了，我决定嘛，我决定要接受主耶稣的这个呼召嘛，对吧？敢若听起来是你家己决定的，你家己主动的，对吧？其实坦白讲咱看咱这是咱家己想，这我袂使讲你毋对，因为确实讲你有这个权利来决定要对。上帝的路线来行，但是咱有想过讲，为什么上帝的圣经常讲是我拣选你？所以有当你是讲是我拣选上帝，还是上帝拣选我？恁感觉咧？但是咱拢讲无啊，圣经讲是上帝拣选我。其实我慢慢对这个问题，我慢慢想讲，主啊，你拣选我，我若无爱答应，敢袂得做？会得做？若我答应，结果是你拣选我呢？其实应该讲我嘛拣选你呢但是这个问题就出现一个重要，就是讲到底啥人开始的？啥人开始？譬如讲即摆这个阿哥的先生歹势用你先讲者。阿哥的先生有一日去甲阿哥求婚嘛伊就甲讲阿哥你爱嫁我？阿哥会当是讲我袂爱我。阿哥若讲袂时阵，就表示着讲这个先生先去。拣选阿哥要来嫁伊嘛，阿哥愿意的时阵就正做两个人的合作会做阵啊嘛，对无？所以共款意思就是讲，上帝伊甲这个路线开出来时阵，人才有机会去选择。上帝若无这个机会开出来，人是无法度选择的，是无法度选择的。所以咱来了解圣经，是讲上帝先拣选咱，拣选咱伊有伊的目的。咱来回应的时阵，咱拢嘛是有一个愿望，上帝甲伊呼召，特别甲咱讲，伊要互这个亚伯拉罕是什么款的人生？你甲看，伊就甲讲个清楚，实在是清楚，但是嘛无介清楚。你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内底，实际上看起来嘛是真济袂清楚啊。但是这个时阵，咱虽然淡薄仔清楚，佮袂清楚的时阵，咱就发现一件代志。其实上帝对咱每一个人。伊坦白甲咱讲，咱即马咱做基督徒的人，咱的人生是有剧本的，咱是有剧本的。而这个剧本的当中，咱照这个剧本的当中，你会当去自由发挥，所以你有自由，但是上帝有伊的旨意，有伊的旨意。有时阵像圣经里讲一个人叫做参生参生自还未出世的时阵，伊的时代人是无这个囡仔，你4世纪的内底。伊无这个囡仔，但是上帝讲，我要拣选这个来做拿西的人，是要专门奉献给上帝来拯救以色列人的。所以伊甲因老爸老母未出世时，就甲讲我好所以老爸老母嘛真欢喜献祭，结果伊就有心有这个囡仔。但是这个囡仔有愿意照上帝意思做无？你若上帝去甲读无咧？为什么无？这个囡仔当初未出世时，甲这个囡仔时代人讲啥物？你来献给上帝时，你有几项代志袂当做？你头毛袂使加，你袂使啉酒，
清酒啦，啊是迄落拢袂使啉，啊你袂使食葡萄，吼，啥拢袂使食葡萄，哦，我毋知你捌问过无？伊遐袂使食葡萄酒啊，袂使食葡萄，葡萄酒嘛袂歹，葡萄嘛袂歹啊。为什么伊限到上帝袂当食咧？即个咱有限制呢？哦，这个咱足无自由诶。哦，像咱即摆咱无即个限制，但是你捌去问讲，为什么伊袂使食葡萄咧？其实迄当阵你来看，对你即个迦南地也好，也是咧，迄个葡萄是一般来讲是。有钱人也好，也是真正你即个party 的即个庆祝的时阵，迄个葡萄敢若水果吼，大家是真欢喜的迄个氛围就对。敢若你会记即个葡萄酒共款，咱顶面慢慢讲即个即个啥啦，即个挪亚伊当对船出来的时阵，嘛是去叫葡萄酒啊，啉，可能这酒当然你讲是酒，但是伊这个有限制，就讲你今仔日我要使用你，我对你有一寡剧本，你爱照这来做。你若照这来做，我要安怎来引带你、束缚你？结果这个产生有照上帝意思做，无呢？伊有真有气力去甲这个屎泡死，对吧？了这个屎内底，忽然间有这个芳生出蜜出来，伊嘛摕来食，摕阮老爸老母食呢，嘛无甲因老爸老母讲呢，其实袂使做的，袂使做。结果呢，伊去带这个外邦的人。我欢喜咧带，上帝拢无甲阻止哦，上帝拢无甲阻止哦。那互伊去带，互伊去做。尾吼，伊尾煞落即个，伊讲尾因为甲即个要结婚的时阵发生一寡代志，怎离开，佫转去了吼，迄代志足侪，母袂煞。你若注意看，尾佫伊捌一个妓女，甲骗3届。奇怪，你若互人骗一届，你应该就会醒啊！讲我这甲我骗人的毋好咧。但是产生无咧，伊就无咧插咧。伊讲我这是上帝拣选我，我要安怎做就安怎做啊。结果咧，迄骗几落届了，结果伊产生咱所看，伊是一个悲剧的应用。虽然伊所做的，照你讲，伊爱照上帝意思，伊无咧做。但是你若实际上看伊的过程所做的代志，就发觉奇怪，伊虽然无照上帝的意思做，但是上帝的旨意未改变。上帝旨意无改变，因为上帝当初兴起叫这个囡仔，就是要去创啊，要去救以色列人嘛。因为以色列人受到这个非利士人的压迫嘛，所以这个囡仔真有气力，乌爸母的时阵，所有迄个非利士人拢专门针对伊嘛，就无迄个时间去顾。去压迫这个以色列人，真趣味，伊乌白做呢，结果嘛是成全上帝旨意。所以咱今仔日讲，咱的人生你上帝来有剧本，你会使照上帝剧本搬，你嘛会使无再照做，但是上帝旨意袂改变。但是这当中你有当福气也无福气，这就成做你会当做成做将来你上帝面头前会当好好来交这个效，还是袂当交这个效，其实真侪所在你家己爱想好。所以你若要照家己的意思胡白乱做，你感觉安尼真好，我相信上帝旨意袂改变，耶稣一定会再来，将来你要安怎交效？这个产生尾你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时候嘛是写讲伊有信心的人，奇怪，伊这么胡白乱做，是安怎有信心？敢若迄说因就是尾伊反悔，伊求上帝来原谅伊，伊为着家己所面对的这个问题，伊讲上帝，你给我气力，我要甲这个人安怎？其实伊是想起要报仇，但是迄点小可信心，互上帝来欣赏，讲这个有信心的人，记在你希伯来，记在你希伯来书迄个所在。所以咱今仔日看上帝，其实已经甲咱讲啊，伊的呼召真简单。伊讲咱是伊的呼召，咱是要做祭司，一个真有尊严的祭司。祭司是什么意思？所以咱来了解祭司的一项意思，就是讲，咱今仔日会使代表你上帝面头前，甲人求上帝，甲上帝福气带去互人。所以咱是一个真有福气，你上帝，你世间的当中，咱是属天的人。咱这个属天的人，毋是干那讲咱属天的，咱干那一个干那桥梁共款，一个桥共款，连接人甲上帝内底的代志，是要互人领到上帝祝福，因为对咱先领到了，咱嘛要真去分享上帝的祝福啦。
当然，人若有啥物需要，咱嘛会再甲人带来去上帝为伊来代求来代祷。所以今仔日上帝赐予咱祈祷的即个权柄，所以毋好看见咱家己会当共祈祷、共祝福即个权柄是上帝授赐予每一个属于主耶稣的人。所以你的祈祷你毋好轻看，啊你讲牧师无啦，我通祈祷人啊，敢若嘛无成就是，但是嘛有时阵会成就。为什么？真简单，咱嘛是尊重上帝伊家己伊的旨意，毋是我求什么伊就什么互我，毋是咱是代求。所以耶稣嘛是共款啊，耶稣迄当就讲主啊，我即马要订12架，那对伊来讲这实在若会当卖做，咱卖食即杯嘛吼。但是卖照我的意思，啊照上帝你的意思。所以主耶稣照上帝的意思所产生出来是足水，互人真侪人得到福气。所以咱今仔日会当求，无毋对，你会当求啥物拢会当求，但是咱也会当了解讲，咱所求的，若上帝感觉最好一定收出来，若是感觉无啥好，咱可能无一定了解，咱愿意讲相信上帝讲，主啊，这样代志无一定即马马上成就，毋过总是我相信你会甲好的赏赐互每一个亲近你的人。啊，我今仔日若毋知影，我代替即个人，也是我家己本身来到上帝面头前求的时阵，我相信你要赐福。要舒服，因为你已经甲我讲啊，我人生的剧本，你讲我是互你竞选的一个祭司，所以咱知影咱的位分，咱知影咱的身份，咱的身份。第二项是讲，咱是属神的子民，咱毋是属地上的，咱是属天的。意思讲天甲地无共，因为天甲地有啥物无共？地面所有一切拢爱过去，属天的到有到永远。所以你要知影，咱永远毋是讲对咱过离开世间才开始，毋是。当你信耶稣、信主的时候，你已经成做是永活的人。所以你爱看的眼光，毋好对世上来看，咱来对上帝，互咱来讲，因为咱是属天的国民，咱是属天的子民。你知我意思？所以我就讲，有人黑白版的意思讲，啊，我伫即个所在，结果你讲别位的所在，啊，做别位的代志，啊乱做，啊，结果讲我真有理由，你说怪怪。所以我在你讲，你到底你搬倒一出来？你搬倒一出，其实讲无重要。咱你搬倒一出，咱是照上帝互咱的人生去行，这才是重要。因为上帝要赏赐互咱，咱要福气，咱掠着就是上帝甲咱安排，咱知影安怎来行，咱有当领到这个福气。所以第三真简单，咱无论行到倒，咱知影咱领受这个恩典，咱感恩，咱来分享上帝救赎的恩典。这就真简单的代志，真简单的第二项，咱来看，就是上帝呼召咱已经离开地上，咱甲地上的人无共，因为咱领受到天国来的呼召，领受到这位上帝听咱，因为这个世界黑暗的，咱来亲像光同款，会当入去个世界的黑暗所在去看迄个小照出来，照出来嘛是要就是引带嘛，引带来到上帝面头前来领受上帝的福气。对啊，看到教会今仔日要做今年的这个敢若报告，感谢主。咱每一年有讨论有思想，咱伫今年当中，咱有啥物所在做了好，有啥物所在爱改进，无要紧，上帝拢知，总是咱有一个机会来思想，重新来思考，讲我到底做了安怎？因为上帝听咱，敢若上帝听亚伯拉罕共款。亚伯拉罕毋是迄当咱今仔所读的，伊是已经对哈兰这个所在要搁离开咯，伊是对这个哈兰要搁离开咯。所以讲迄当阵伊伫哈兰的时阵，其实搁较早你这个伊原来所在的地方，毋是伫哈兰，是伫乌尔，所以你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伊讲当初这个祖先亚伯拉罕。伊咧真早迄个所在有的时阵，上帝已经甲呼召咯，所以伊甲伊的士大人，甲伊的弟仔，其实早就出来去迄个哈兰迄个所在咯。所以你注意一项代志，就是讲，原来咱咧跟对上帝这条路的时阵，咱会行，忽然间讲，哎哟，服侍也好啦，也是咱跟对上，行讲，哎哟，不哩忝，怎啊休伫遮？有时阵行忝啦，去休，结果有当休了伤久咧。但是上帝知影你休爱休无毋对，但是你休当时时间干嘛讲？爱搁继续行呢，毋好放弃呢。你无继续行你的福气会失去了。所以迄当阵上帝搁再一届你亚伯拉罕甲呼召，意思是讲，咱咧行这条路的时候，咱有当时讲会忝啦，会是讲休困一下，这是人真自然的现象。
但是上帝听会继续讲鼓励咱，咱唔好放弃。所以你这条服侍道路也好，你行这条主耶稣呼召咱的人生也好，咱知影上帝要有咱的丰富，唔是讲咱随完全拢了解才行的，唔是哦，是咱知影淡薄啊，相信上帝，咱一步一步对伊行。总是咱咧行的时阵嘛是感觉讲会有当下无信心也好啊，还是想法也好啊，拢会难免，拢会难免。像我当初要来加拿大的时阵，要来移民，我嘛是会想讲，主啊，你呼召我来这要创啥？因为我伫台湾迄当阵，我嘛是有工课，我嘛是伫教会内底服侍，总是忽然间爱甲这物件拢放落来，带某甲囡仔要来加拿大移民。你讲加拿大移民就好，对，每一个人想法拢无共，因为对我来讲，我就毋捌来这个所在啊，无一定人讲真好，但是对我来讲，我去到遐，我免哪住，免哪食，免哪穿，免哪用，免哪去生活，我确实逐项都拢毋知。因为我是伫台湾大汉的囡仔，所以对台湾的环境，当然我已经有事业，我已经伫教会内底，我所看，我感觉一切拢足好呀。上帝，你即摆叫我去，我是逐项拢爱放的呢。但是你甲讲迄个加拿大袂歹啊，但是我都毋知好啊歹啊。我相信当初要来汉嘛，无一定知讲迄个加兰地好啊歹。应该毋知影啦吼，我相信搁较无好啦。敢若真侪人即马宣教士，伊去到非洲，去到什么所在，上帝呼召伊去，迄个所在无一定较好哦，无一定较好哦，对无？但是往信心行去的时阵，伊本来真欢喜，像咱拄仔信主的时阵，咱嘛真欢喜，继续行到尾，有时阵讲，拢差不多咧，信主迄个热情，迄个起初爱主的心，慢慢讲都安尼啊，所以有当时咱就讲，囡仔嘛共款。人伫福中，咱毋知影福气，拢安尼种差不多，生活就是安尼啊。所以咱就知影慢慢慢落来时咱就停诶嘛，这是真正常。不然还嘛是共款啊。所以伊停伊个所在一段时间了，上帝讲毋好停啦，我知影你即马继续行。你去，我要指示你迄个所在，要去迄个所在，要去迄个所在。所以你毋好放弃，人若放弃就无啊，你若无放弃，总是咱有软弱，咱。上帝若甲继续甲咱讲话，咱愿意领受。我相信上帝会帮助咱，所以咱特定有时阵，为啥一礼拜咱就来到教会当中，咱互相勉励嘛，咱互相鼓励嘛。因为你逐工你看嘛差不多，毋过你若看到世间真侪物件，你总是哎哟，这哪遮恐怖，这就代志哪安尼。所以难免咱就小停的小顿，拢会。但是咱毋好放弃，咱知影上帝要赐福咱这条路，咱就爱继续行，所以虽然这个咱的人生无一定完全拢清楚的时阵，咱嘛有当时会软弱的时阵，会小停顿的时阵，咱毋好放弃，咱来继续互相鼓励，继续爱往前来行。所以新的一年，牧师正在讲，咱无论知影讲啥物是福气，咱爱来领，爱来避免，咱爱积极来领受上。其实咱原来有软弱的时阵，咱爱会当休困无毋对，咱休困袂要紧，但是休困毋是停止，毋是就无去做。咱来继续来行头前的道路，所以第一点就是上帝呼召的，咱已经是知影上帝要赐福咱，总是这赐福的代志，咱就一步一步对上帝路来行，咱就当了解咱的人生有我尔福气伫当中，咱才完全有法度领受。伯拉罕嘛是共款，所以当初上帝呼召伯拉罕，今仔呼召咱拢共款，所以有当时你会停顿袂要紧，但是毋好放弃，咱来鼓励家己继续行。所以继续行的时阵，佫有一个问题。继续行的时阵，后壁明仔载要安怎？其实讲你嘛无一定好把握啦，你嘛无好把握。所以伯拉罕其实继续行去咯，行嘛，行到遐拄到天远嘛。我到即只害咯，无行无代志，行到怎啊大代志来？所以安怎伊想要闪避，伊用人的想法想要闪避嘛，对毋对？上帝讲我指示你个所在去，咱拢想讲去迄个所在已经是足好，上帝指示咱去已经足好嘛。结果去到遐无你所想的安尼呢，无一定照你所想的安尼呢。怎啊要安怎？无毋对啊，咱可能会选家己的想法。上帝予咱有自由选择，所以伯拉罕有选无？有啦，伊选伊走去埃及，有啊无？对不对？加在上帝保护，无一声哭了了。咱即摆咧讲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致富。你若上细看即条路，你就嘛是就讲，像我是做男的吼，做绅士的讲，我比亚伯拉罕较好呢，我无甲阮某卖掉呢，我嘛无甲阮某讲，即个人安怎无呢，我无呢，我算讲比亚伯拉罕较好呢吼。咱是毋是安尼是？其实
某一种程度，咱爱鼓励咱家己。咱虽然有无完全，但是咱嘛是有优点。哦，咱知影上帝要呼召咱有软弱的时阵，毋过继续要行的时阵，有当时你嘛会惊吓。你讲主啊，要搁行这条路，明仔载这段要安怎？但是你愿意顺服，继续望主互咱的这个稳定，面对环境的当中的困难的时候，咱就想着讲主啊，你互我稳定，你这个环境的当中有够也有够用也无够用，总是咱会想嘛。有当时真正面对这困难挑战，我相信你服侍教会兄弟姊妹，还是你在生活当中，拢会拄到这。咱是安怎有这个信心袂当继续行落？因为咱有望望。咱这条路人地当中，咱知影咱有当时咱会当领受上帝听，咱嘛相信上帝是这个会当挖靠，不过咱常常袂记，咱干那要挖靠家己。所以这拢是咱生活当中真自然出现的现象。所以有当上帝要继续行，咱嘛会讲安尼行敢好。像我当初迄当来到这个孙美姐应该了解，我迄当咧读新人院有一年来到遮，面对教会服侍，尾后佫转去上尾后佫来，哇嘛拄到真侪代志，我嘛咧想讲上帝啊，你互我来到遮，拄到遮侪代志，是毋是我行毋对路咧？无我佫转去读书嘛袂要紧，结果上帝用伊的环境甲因继续引出，敢若阿伯拉罕共款。总是上帝的旨意要带咱行，咱也愿意对伊行。总是会面对真侪困难的事，咱颠倒会去经验上帝甲你显明伊的心意，伊要安怎做？伊爱咱的就是咱对有信心，咱愿不愿意来顺服？你有想要顺服上帝的旨意？这是咱家己爱去面对，这是咱爱面对。所以真侪时阵，你继续你行时讲，哎呀，我相信伫咱当中服侍教会，你嘛想主逐年拢安尼。当时才是一个头，也是讲这个代志要安怎继续落去，有当时你嘛唔知影。但是你愿意讲主啊，你若保守我伫遮，我就愿意顺服，继续按照你意思，我伫遮你顺服，我伫遮你服侍，我伫遮你继续行主互我的这条路。总是有一日，我相信你所行的路，你回头骨转去看，你会当看到上帝伫你的路顶顶悬，看到上帝稳定的满满伫当中。其实我当初来到遮。我牧会到即马嘛，差不多。当然我是尾年岁较大，差不多40几岁开。我今年65岁，我牧会17年，18年。这18年，孙美姐一定了解，向向还来了解。你教会咱真侪代志嘛，无一定逐项拢顺势。但是因为靠着上帝的恩典，会当一步一步继续行，所以回头去看这真侪代志，当初无一定拢了解。其实迄当阵嘛无一定拢了解，所以我咱相信咱即马咧行继续一个针对主路上咧行的路上，你原来有当想袂到讲主敢若安尼尔吗？咱来对上帝有相信主，你每一年共款，一定我的生命有真好的计划要使我奉献。虽然我毋知，但是我要把握你的话语，把握你所引出来的路，我要继续行。虽然我无一定逐项拢知，但是我愿意顺服。你互我的话语，你互我引出，我的人生伫你的手底，我有平安，因为这是主你互我的应允，是袂去改变的。对了之后，咱搁继续看，这个亚伯兰去到迄个所在是什么所在？是四周围有真侪引诱的所在，迦南地。你若知影，你若去读这个世事记啊啥，迄个迦南地有真侪。甲上帝要互咱入去迄个所在是真侪无共款的，所以讲咱有真可能去互迄个地上所有来卖下去，这是真可能的代志，这有真可能的代志。但是咱愿意讲主啊，你这个遮侪卖下的当中，我犹原专心的要来敬拜你，要来跟对你无？我有这个想法无？我有这个坚定是主，无论安怎，这外口安怎，我干那关心，干那追求你，我无要去找别个。我捌拄到一个，伊讲伊是基督徒，但是伊过身的时阵，伊甲伊的事实讲，伊的事实有基督徒嘛，无基督徒。未过身，伊讲吼，我若离开了吼，基督徒你照基督徒方式甲我办一个，你信佛教的，照佛教甲我办一个，有安尼总共都甲我办来，安尼。我奇怪你到底有了解上帝甲咱讲的代志？
还是你用你家己的思想。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你接做我讲好啦，这嘛好，这嘛好，这嘛好，逐项拢好。但是实际上，上帝甲讲，毋是呢，毋是安尼。咱就去互即个外口的代志、世间的代志，甲咱卖下去卖。也是讲主啊，无论即个外口的环境安怎，我专心要跟对你，亲像加勒，我专一，我要跟对你。虽然你即个我原来要敬拜你，主我原来追求你，我相信我若专心来追求你，我亲近你无论什么代志，我相信你会引带我行这条光明的道路。所以咱在人生当中，咱有拄到真侪唔知的代志，但是咱有法度讲主啊，我愿意，虽然我无了解，但是我人生的剧本里面，我相信你，无论安怎，互我有一个心会当完全来敬拜你，无世间的这周围的人甲我卖下去，无甲我卖下去，所以基督徒的人生，上帝其实有咱来剧本，在这个剧本的当中，其实你会使真自由的做，不过无论你安怎做，咱互相来勉励。虽然有真侪代志咱无一定了解，咱也有当一真是会软弱，不过求主赐福坚定咱的脚步，咱下当虽然有淡薄休困，不要紧，但是咱唔好放弃，因为放弃你就无咯，咱来继续一步一步行。第二项，可能你行的时阵，你对明仔载好，对后边的代志好，你也无一定完全了解。但是讲主啊，若是你处出来，我就顺服，互我明白，我顺服，无一定我拢了解，但是我愿意顺服你所引带我这条路。我无一定逐项拢把握，我拢做清楚的。但是我求你，互我勇敢的心。你若安尼带，我就安尼行。行去迄个所在，可能有真侪，互我未清楚的时阵，求主，互我一个敬拜你的心，唯一单单我要敬拜你。我干那要敬拜你，其他我无要敬拜。唔好互我这迷惑的心。尤其圣经有讲两项代志。伊讲我甲主求两项代志，第一项就唔好互我受好嘢。为什么你受好嘢？伊讲我受好嘢，我会想讲我足好嘢啦，所以上帝这我就甲袂记去啊。哇，你得到足好嘢无毋对，但是你失去上帝更较大祝。第二项，唔好互我骄傲啊，互世间这个谎言，我家己嘛咧这个气氛当中啊，也是讲互我受善食，这拢互我会迷失的迄个迷失的所在。求主帮助我，互我会当讲，我毋是真好啊，但是我会当更加亲近主。唔好互我所做的代志，互咱的上帝来闹亏，无面子。唔好这世界来欺骗去，互我欺骗去，会当专心来跟对上帝。所以，咱若了解咱的人生其实是真自由，总是自由当中伊有伊的次序，伊有伊的步数。所以咱有当时咧行的时阵，咱难免的这个情形，所以咱互相勉励。咱是基督的人生，主耶稣要咱丰盛的人生。所以而且咱尾会当了解讲，咱为什么要安尼坚持？你会知你为什么要坚持？人的愿望若袂当实现，迄个愿望是假，迄个是空笑梦。人的愿望若无法度实现，迄个愿望是空笑梦是假。但是咱所相信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咱所愿望的是一定会当成就，因为天地拢爱过去，但上帝的旨意袂过去。伫咧约翰一书2章也嘛讲，世间有真侪互人迷惑的代志，无论是即个所谓肉体的情欲，或者是眼目的情欲，或今生的骄傲。上帝讲，这世间互人迷惑的代志你即个世俗的当中，特别是即个撒旦甲咱欺骗这代志，有一日拢会过去，真相会现出来。迄个真相就是上帝的旨意，一定会当显现出来。上帝旨意显现出来真简单，伊就是要互咱会当了解，伊为咱愿意的人，敬畏伊的人所预办的。是哈尼大福气，哈尼大福气，所以求主帮助咱说，因为咱知影咱家这条路虽然有真侪无了解、无完全明白，不过咱会当坚持是相信上帝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应允拢会实现。所以咱有这个愿望，知影讲咱所愿望会成，所以咱面对这个无好的环境当中，咱伫稳定的当中，咱有法度欢欢喜喜继续行。咱有法度欢欢喜喜讲，主啊！除了你，我无要敬拜吧。主啊，虽然这外面有真济，但是我无一定明白，但是我相信你，我靠你，我要继续来行这条路，莫互我去行偏差去，还是停咧煞袂得行。所以咱顶面讲到路德因牵手嘛是，有当时咱去愿望讲过去袂歹，结果无看到头前的路，无要继续行，结果就掉伫遐，成做一个盐条，无法度前去，这是足可惜的代志。
足可惜代。所以咱知影讲，因为这个代志，上帝已经甲咱讲啊，咱的剧本有，咱就照这来做，上帝要赐福咱，所以咱有当时爱忍耐，咱爱小可忍耐，忍耐啥？来完成今仔日上帝呼召咱人生的剧本。所以咱若照安尼行，你就一定有把握会当领到上帝要互咱所有祝福的这个应允的这个代志，这个应允的代志，这种是圣经甲咱提示的代志，甲咱提示的。所以上帝呼召咱的人生是啥物人生？是一个充满福气满满的人生。但是这条路，毋是咱拢爱知影，但是咱会当一步一步来经验。无论对少年甲年老，我相信。上帝一定甲咱一步一步引出，互咱知影伊的所要实行，互咱每一个人的福气伫倒。这每一个人爱家己去领受。当然，咱会当互相勉励，做阵来行。但是每一个人嘛，每一个人的这个无共款的反应。总是求主帮助咱，有这个勇气，有这个信心，知影上帝要收束互咱，所以咱毋好伫这个路径内底甲停的，咱来继续行。无啥清楚，咱来求上帝帮助，咱愿意顺服，咱愿意勇敢讲主啊。就是你，除了你，我无要求别个。阿妹吗？阿妹吗？好，咱压头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主你呼召阮的时阵，已经甲阮讲，要得到这永远活命，而且对阮开始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的时阵，你对阮的人生有真美好的计划。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互阮若行了这世间这段路了，会当欢欢喜喜来到你的面头前，讲主啊，这世间的路我行了咯，我已经完成你所托付给我的这个使命。亲像当年主你世上所行的，你迄十字架顶悬，毋是讲我去啊，是讲我完成啊，我完成上帝你伫我身躯的旨意。安尼。咱有法度得到上帝伫咱身躯当中要小赐互咱每一个大大的福气。所以，阮感谢你，总是这个世上的路目视的路这条世间社的路，实在讲无遐尼好行。总是求主你来保守阮，有时阵阮的身躯会软弱，有时阵阮身体会软弱，有时阵阮面对环境的时，阮会惊吓。总是主，阮相信你甲阮安排，一定是同好的，互阮有勇气伫每一日当中。靠主欢欢喜喜行着这条路，知影讲，迄未来的福气、未来荣耀会超过过去我所思、所想、所经验的。主啊，甲遐日子妹拢交在你的手头，求主搁再一解来鼓励阮，帮助阮继续伫这条路当中欢喜来行这条主为阮预备的头前的道路。主啊，甲荣耀归于你，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